新回歸峰山，我淨係坐咗去區間車上玉台寺，即係半山，然後坐翻車落嚟。目標係想影楓葉同埋寺廟飛檐走壁咁啦。好可惜，啲楓樹係未紅晒，少少紅或者燶燶地啦，可惜嘅。OK， 歸峰山嘅玉台寺，咁喺網上 check 咗，楓葉紅未啊？已經進入觀賞期，最靚嘅就係12月到1月，但係而家睇緊好多葉係跌咗落嚟啊！但係嗰棵紅咯，頂嗰兩棵，好多仲未得。如果有楓葉再加埋個飛檐紅磚碧雅，好靚啊嘛！不過可惜仲未紅。特成沙公園一個落雨蠶 claim 有2萬棵落雨蠶嘅公園，非常靚。我係俾網上呃咗佢話紅晒，其實未紅嘅。如果佢紅，哇，非常靚，可以見到紅黃綠色嘅落雨蠶。佢個位搭車溜楞啲嘅，所以要留意截車 call 車 ，OK？呢個叫特成沙公園，特係特別個特，成功嘅成，沙灘個沙。咁呢個位我係爬入嚟嘅，因為我見到前面有佢哋瞓咗喺度拍視頻，航拍視頻，好靚㗎，我喺網上睇到。不過呢個公園好隔涉，我叫咗成10分鐘車，至有應我10零分鐘。哦，好得啊，好似話有2萬棵落雨蠶喺度，好得啊各位。見唔見有藍天 ？OK， 轉，再轉。我啱啱喺正個三角位度，呢邊水少嗰啲我哋個蘭藤植物啊，喺水嘅蘭藤植物啊，嗱呢度睇到啦，所以唔敢行入去。落雨蠶未紅啊，但係都好靚個位，仲要鎖住咗道門。OK， 第一次走入個紅樹杉林，其中一個位啦。咁呢個位乾晒嘅，安全啲，唔會再跣到。咁唯一就係多垃圾嘅呢啲地方。好靚啊！龜裂咗嘅，好靚啊個感覺。頭先見到女仔開咗個電瓶車入嚟，好正啊！如果咁樣喺棧道行，再拍，好正個感覺。彩虹村其實可以唔去，不過佢喺市區入，近33區街，所以可以去。咁條天橋都幾好影嘅，加埋啲光影。所以有時間咪就去消磨下咯。